活的来赞美我们的主耶稣，好吗？哈利路亚！一起站起来，我们一起开始来赞美。他是配合的赞美，他是起初的，是幕后的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开始来赞美。一起来看看。看那生命照在。
求你除去我的罪，在你右手边的人怜悯的心。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。主啊，求你除去我的罪，在你右手
也为了我们自己的学业上面，我们的事业、工作上面，我们在这世界上并不完全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罪孽的，唯有那怜悯、爱着我们的神，他能够洗净我们的罪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愿意等候吗？等候、盼望，无论是顺境、逆境，都让我们保持一个等候、盼望。任何时候，我们都有那颗爱主的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请开口同声来祷告。求你赐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有一颗柔软爱人的心，让我们不受这个时代的纷纷扰扰。无论是在学生，或者是学生时代，或者是社会上工作的，你都让我们的心能够常保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行走在这个世代上面。成为那个在世人眼中发光的基督徒。求你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来，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翻转这个时代，让我们每个人都常保着一颗柔软的爱人且爱主的心。耶稣，感谢你。我们将我们的赞美，这个荣耀都归于你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